敷衍相伴，便是疏遠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：一旦對方開始敷衍，就代表疏遠已經開始。剛相識回覆及時，願意花大量時間傾偈，後來回覆拖沓簡單，對你講嘅事隨意應付。無論你分享開心抑或難過，對方都唔願意用心傾聽。敷衍背後係熱情消退，你早已唔再係對方心中優先。感情淡去嘅過程，就係由認真變隨意，上心變應付。察覺敷衍就唔好繼續執住打擾，雙方用心回應先係緣分，單邊主動只會自取難堪。難道持續不斷主動，就能改變對方冷淡態度？我係子琳，察覺冷淡，適可而止，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